今年的世界博览会4月13日日本的大阪开幕，这届有设计2公里长、世界上大调查做的走路哦，嘛已经立做世界纪录。大阪这个由大圆环围起来所在，都是今年世界博览会所在。到时阵，包括台湾在内，有158个参加展览。进入展区，首先会当看到转长2公里、悬差不多12至20公尺，拢用茶做的宽状回廊。伊是建筑师田本壮介作品，已经互金氏世界纪录列做世界上界大的木造建筑。Ring, it's a circular shape, and this is representing the place where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is coming together. So creating a diversity and unity together in here. 建筑师讲，圆环的灵感是为日本传统木造建筑结合现代工程技术，佮采用互结构更较稳定的连接技法，互游客不管风台如何，拢会当伫世博场馆参观。今年世博主题是“互生命闪耀光辉的未来社会蓝图”。日本馆设计一个循环水池，互 Hello Kitty 穿32种无同青色的服装，宣扬水草类对影视发展的各种用途。德国馆是用科幻制式的设计来表达这个主题。目前有少数场馆已经先公开，不过却传出展区的部分工程进度上慢，也搁伫赶工，互外界真烦恼。基本的にはやっぱり外を工事し続けている状態っていうのはもう開幕の時に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もしかすると一部国が内装とか展示の部分の調整を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それは別に開幕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ものでは多分ないと思っていて。世界博览会要伫4月13开幕，展期维持半年。主办单位估计可能有1000万人次到场参观，不过真正传出预售门票成绩无亲像所想的遐尼好。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